台北市信义区的立坝洪家社区伫9日大地震过当当，鉴定是海沙厝，社区有223户，经过25天，总算大家有共识，要途经重启了，住户是拢真期待。大楼外观的态度落落来，现场救起封锁线。北市信义区立坝洪家社区伫更新重建进程，是厝龄39年的杂式藏楼更经控股里的建筑。9日以大地震过当年经过鉴定了后，确认是海沙屋建筑物，住户达到223户。经过25年整合，总算取得共识，进行途经改建。2、3楼剥落的很严重，毕竟是海沙嘛，所以说它腐蚀会随着时间会不断的增加，所以说我觉得这栋大楼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危楼。这个是指标性的一个都更案嘛，希望说能借由这个都更成功哦，带动其他地方哦，能够尽快的来进行都更这样子。这个案更新了后，会兴建一栋地上24层、地下5层建筑量体，总户数312户，有计120年完工。住户一直讲期待迎接安居好处，社区途经重建主委，讲起整合过程真不简单，也表示希望市府未来加提供法律层面的协助。毕竟都更真的很精，又精又深，希望政府能够对之后要都更的这个所有的都更案呢，能够给予比较多的一些比如说相关的法律上面的咨询啊，或者是提供相关的辅助，是不是我们在相关都市更新条例或是相关的法令上面，他们觉得有所不足或是在其他需要协助的部分，这个我们来真正的了解，然后才能真正的来协助。王玉芬也强调，北市推动都市更新政策是重中之重，推出公办途经7599等途经8线政策，希望透过公私协力加速都市更新，也希望建立良好的协商沟通平台，继续推动都市更新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